好了，彤彤姐姐，你一定是一盒要给我，一盒给亮亮，让我们吃到饱哦。不是啊，我在育幼院认养了一些肉台、肉妹，一盒是等一下拿去给他们吃的。彤彤姐姐，你刚刚说？我说肉台、肉妹，肉台就是弟弟，肉妹是妹妹。弟弟和妹妹？对呀，因为我自己没有弟弟妹妹，而且我看新闻报道说育幼院有些小朋友都没有人照顾，所以我想我可以来照顾这些肉台、肉妹呀。彤彤姐姐的弟弟妹妹，也就是我们的弟弟妹妹呀，所以我们也要帮助他们。我的小飞机可以送给他们玩。哇，谢谢妈妈。那我把自己送给他们好了。哎呦，亮亮，肉妹妹妹，肉妹妹妹，真真，彤彤姐姐，你看。亮亮，你为什么穿成这样啊？你说你没有妹妹，所以我来当你的妹妹啊。当我的肉妹？可是亮亮，你是男生，穿裙子很奇怪哎。失败。肉台弟弟，肉台弟弟。彤彤姐姐好。亮亮，你为什么吃奶嘴啊？因为我要当你的弟弟呀。当我的肉台？对啊，彤彤姐姐，你喜欢我这个肉台吗？还蛮可爱的啦。肉台、肉妹，两句客家话你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张罗了。